喺2026年5月20號禮拜三嘅晚上，大約9點42分，就喺沙田月明邨公屋裏面，一下沉重嘅巨響打破咗晚上嘅寂靜。喺呢個擁有40幾年歷史嘅老牌公屋裏面，一名61歲嘅男子由明耀樓嘅高層單位破窗由高處直接跌落去1樓嘅平台，當場頭破血流，冇晒生命嘅跡象。當我哋以為呢一個只係一宗悲劇嘅自殺，或者係一次嘅失足意外，警方到場，佢封鎖咗現場，破門入屋搜證。喺短短幾個鐘之後，案情發生咗顛覆性嘅逆轉，警方正式拘捕咗死者嘅52歲妻子同埋21歲嘅親生仔，即時拘留。究竟一封本來應該用嚟改變命運嘅學生資助貸款文件，又點樣會搖身一變成一張通往地獄嘅催命符？嗰個只有10幾尺、極度狹窄嘅公屋廚房裏面，一家3口究竟發生咗啲乜嘢，引嚟激烈嘅肉搏同埋拉扯？而今日等我哋喋血追兇，帶大家一齊走入去呢一個充滿血淚同埋絕望嘅公屋單位裏面，拆解呢一宗由升學開支演變成家破人亡嘅倫常慘劇。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喋血追兇。喺呢一個頻道裏面，我會用最真實嘅聲音帶大家走入去世界各地最真實、最撲朔迷離嘅罪案現場，一齊去剖析下人性最黑暗嘅一面。如果你都中意聽呢一類型嘅罪案故事，咁就記得要即刻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撳埋隔離嘅鐘掣，咁樣你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條我哋嘅新片。而如果我哋要了解呢一宗案件，我哋必須由案發嘅現場空間去講起。沙田月明邨喺1981年落成，佢係香港房屋協會旗下嘅甲類出租型村屋。而出事嘅明耀樓係屬於典型嘅傳統長條型嘅公屋設計。而呢一類型嘅公屋單位有一個特點，就係佢室內嘅面積通常淨係得200-300尺，其實空間係非常之狹窄。而關鍵嘅地方就係廚房，往往其實係只有30去到40尺。除咗星盤、爐頭、雪櫃之外，基本上2個人要行入去已經係住唔到身。而根據警方喺現場嘅探測，明耀樓嘅單位佢嘅廚房嘅窗戶設計係非常之低矮，同時間為咗通風，好多基層嘅住戶平時都唔會安裝密實嘅窗花。喺呢一個狹窄又致命嘅空間，正正就係今次悲劇嘅起點。而喺案發嘅當晚，21歲嘅兒子就向61歲姓羅嘅父親提出一個要求。其實阿仔好想繼續升學，想追求更加高嘅學歷，於是佢就準備向政府申請學生嘅資助貸款。但係根據翻學生學資處嘅嚴格規定，如果未滿25歲未婚嘅申請人，咁佢就必須由父母作為家長填寫人同埋家庭嘅入息審查嘅聲明人，並且喺文件上面簽名作實。但係呢一個簽名換嚟嘅唔係佢父親嘅支持，而係極度嘅憤怒拒絕。根據翻警方事後錄取嘅口供，61歲嘅姓羅嘅父親當時情緒非常之激動。父親佢嘅觀點好強硬。佢講到家庭嘅經濟一早已經係唔夠使，而你今年都21歲啦，可以話係頂天立地，你應該即刻出嚟做嘢，揾錢去幫補家計，而唔係繼續讀書，繼續問政府借錢，仲要留低一身嘅債務。如是者，兩父子就因為升學同埋養家嘅觀念截然不同而崩潰，而口角亦迅速咁樣升級。而嗌交嘅戰線又由廚房一直蔓延去到狹小嘅廚房裏面，去到夜晚9點幾，羅父親佢嘅情緒非常之失控，喺廚房裏面上前死死捉住個仔，於是雙方爆裂咗激烈嘅肢體衝突。而事實上，當時單位裏面仲有52歲姓曾嘅母親，佢當時企喺客廳裏面望住廚房裏面兩人嘅爭執，佢開始見到形勢唔啱，
開始擔心會搞出人命，於是佢都即刻衝入去廚房裡面。大家可以望住自己嘅廚房，想像一下，喺嗰個得幾十尺、充滿雜物嘅廚房入邊，3個成年人逼埋一齊，而母親為咗分開兩父子，喺後面全力咁樣拉走嗰個仔。而喺呢一個極度混亂嘅空間裡面，三者係激烈咁樣拉扯同埋碰撞。而正正喺拉扯嘅過程裡面，61歲姓羅嘅父親懷疑一時間失去平衡，成個人向後跌。而佢向後跌嘅方向，正正就係普遍明耀樓廚房可能未有鎖緊，或者係有低矮窗邊嘅空間。而一個成年人嘅體重，呢一個老舊嘅屋邨嘅窗花根本就無力承受。於是羅父就由高空咁樣直接墮落去到1樓嘅平台。而喺9點42分，嚇到鼻哥都冇肉嘅阿仔就即刻打電話報警。佢戰戰兢兢咁樣同警務人員講，佢父親失去平衡墮樓。但係當救護人員趕到現場嘅時間，羅父親已經係仆臥喺平台之上，當場證實死亡。雖然阿仔第一時間喺報警嗰陣聲稱係意外失足，但係警方喺現場環境搜證，並且對兩母子進行咗初步嘅分開盤問。隨後更加係發現口供同埋現場嘅肢體擦傷痕跡有可疑。由於墮樓之前涉及咗嚴重嘅家庭暴力同埋肉搏拉扯，性質可以話係極之嚴重。案件當晚即刻由沙田警區重案組第2隊全面接手。隨後警方又以涉案為由，即場拘捕咗52歲姓曾嘅母親同埋21歲姓羅嘅兒子。而案件目前被列作為求警調查，重案組目前亦都從住2個核心方向去深入調查。第一就係死者到底係純粹喺拉扯中發生咗意外而失足啊，定係第二或者喺激烈嘅鬥爭過程有人施加咗過度嘅推力，甚至當中係牽涉咗其他嘅刑事成分。死者嘅真正原因仍然有待法醫要進行全面嘅驗屍同埋力學模擬先可以確認。而事實上，當每一次見到呢一啲嘅倫常慘劇，作為喋血追兇嘅我哋都會去剖析背後嘅社會動機。而呢一宗案件表面上睇落去好似係一場簽名嘅爭執、遞交文件上面嘅爭議，但係如果我哋尋根到底，其實本質上佢係香港基層結構性貧窮所引發嘅悲歌。死者羅父親61歲，喺今時今日嘅香港，仲要以呢一個年紀，佢作為基層嘅勞工，其實佢係正面對緊極大嘅就業歧視同埋體力上面嘅衰退。佢隨時都會面對失業或者係打散工，令到家庭經濟不保嘅困境。而對於一個生活喺底層嘅公屋家庭嚟講，一個21歲嘅壯丁，如果肯出嚟做嘢，每個月攞1萬幾蚊返嚟幫補家庭，成個家庭嘅命運就可能會即刻得到改善。但係相反，如果兒子去咗讀書，就算有政府嘅貸款，但係又意味住佢要背負一筆嘅債務，而呢幾年家庭少咗一份重要嘅收入。所以每當貧窮將一個個嘅家庭逼到去牆角嘅時間，金錢同埋物質上嘅極度貧乏會徹底咁樣腐蝕咗親情，會令到一個家庭嘅包容變成憎恨，而一封表格幾萬嘅學費就會變成攞父親命嘅最後一根稻草。除咗經濟壓力之外，呢一單案件更加係血淋淋咁樣展示咗2代人觀念上嘅致命鴻溝。對於羅父親嗰一代人嚟講，佢哋保持緊嘅係獅子山下最傳統、最務實嘅生存哲學。長大成人就要孭起頭家。21歲喺佢哋嘅年代嚟講，就代表住要出社會、要賺錢、要俾錢屋企。喺父親嘅眼中，當個仔去到21歲，仲同佢講要讀書、問政府借錢，就好容易俾佢理解成為自私、逃避緊家庭責任。但係相反，對於21歲嘅阿仔嚟講，佢生活緊嘅係2026年嘅香港。今時今日，社會基本上就係高度壟斷，而學歷亦都係嚴重嘅貶值。
一個後生仔如果冇大學或者專上嘅學歷，咁佢一世淨係只可以喺底層裡面做外賣仔、做保安，永遠都冇翻身嘅機會。所以阿仔堅持要向政府借貸款去讀書，其實就係證明佢唯一可以睇到嘅就係幫到自己同埋家庭實現階級向上升嘅救命稻草，就係讀書。一邊係為咗解決眼前務實嘅生存問題，而另外一邊就係為咗爭取未來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嘅一個決定。而當呢兩種絕無對錯，但係又完全冇辦法兼容嘅價值觀，就喺呢一個幾十尺嘅廚房入邊迎頭相撞。而呢一個正正就係欠缺有效溝通嘅下場，就要用血嚟收場。一個本來希望可以透過讀書去改變未來變得更好嘅後生仔，最尾因為呢一場嘅爭執，親手或者又親眼送走咗自己父親嘅生命。而住喺隔離鄰舍嘅鄰居亦有補充講到，其實呢一家人平時出出入入都會笑笑口打招呼，而喺案發嘅當晚都冇聽到特別大嘅嘈吵聲。而呢一個細節更加係令人不寒而慄，因為好多時家庭入邊最致命嘅殺機，往往都唔係最長期嘅虐待，而係一啲嘅瞬間突如其來嘅情緒失控。而喺嗰1分鐘裏面，廚房裏面嘅拉扯，如果阿仔肯退一步，或者阿爸肯願意坐低聽阿仔嘅規劃，可能個結果就會唔同。但係可惜世界冇如果，而呢一宗發生喺沙田乙明邨嘅悲劇，正正係向全香港所有面對住經濟或者係世代壓力嘅家庭敲響咗最沉重嘅警鐘。而人性嘅黑暗同埋脆弱，生與死嘅界線，有時候往往只係一線之隔。而唔知各位聽眾今日對於呢一宗倫常嘅墮樓慘劇又有啲咩睇法呢？你哋又覺得政府對於基層家庭嘅升學支援係咪足夠嘅呢？歡迎大家喺樓下嘅留言區裏面留言，我哋一齊討論下。如果大家鍾意今日我同大家所講嘅案件，咁就記得一定要幫我哋條片點讚，同埋分享俾你身邊鍾意聽奇案或者係任何新聞嘅朋友。我哋係喋血追兇，唔記得撳埋訂閱同埋隔離嘅鐘仔，下一時間我哋有新片嘅時候，你會收到我哋嘅通知。而今集嚟到呢一度，我哋下集再一齊剖析下一個嘅罪案現場。拜拜。